为什么甲你看袂到？你敢有看到我分享的这个电脑画面？有哦，看到啊？啊？我看下。因为我看乌索索一片啊。声对啊，乌索索，只有声。为什么啊呢？哦 ，OK， 因为去试着。安尼你即嘛有看到吗？嘛是无吼。无，为什么会无呢？我有去叮当着，但是要安怎甲开好呢？主场伊有咱要甲送出去，要安怎甲送出去？转场哦，过去啊。安尼敢有？嘛是佫有啊，看到有较慢，好，试一个，好，好聊，来，哇，这个慢落来啊，我即马这一开啊就慢落来，唉，电脑还佫2礼拜才会到，够喊诶。好，聊啊，嘛是小屋哦，小屋啦，你真正要叫我读台语，我嘛是安尼读尔小屋，但是一般是袂安尼讲啦，我实在是拍败我。小屋的门吼，寮仔门，无寮仔门。哦，所以无寮仔门是本来是即个寮仔门，啊，即嘛因为大家误会是讲无猫仔门，大家都听做是猫仔门吼。即句话你捌听过无？爸母，就是无听过。较早讲无寮仔门，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的，摸不清楚状况，而且就是找不到方法，安尼就是意思差不多是安尼吼。嘿，但是我较早拢听做个人讲无猫仔门，想讲这和猫仔门有啥物关系？但是知影意思啦吼。即嘛一看才知影讲，原来是指寮仔门，就是一间厝的门，你就閂无，你就毋知要安怎不得其门而入的意思就对啦。无寮仔门啦，其实是寮仔门，因为我今日看台语大字典才知影，原来大家有可能是超工，你知影台湾人有时就是即么话叫做谐音梗有无？超工就是你要找一个音接近的。来玩谐音梗的对啦，讲无鸟仔门，其实伊原本的意思应该是寮仔门吼，就是即个小间厝仔的门安尼。你连门你找袂着，你当然无法度通入去啦，不得其门而入，就是无寮仔门的意思。我真手煞学着啦吼，我真正毋知影，我从来毋知影，原来即个原本的意思是寮仔门吼。好，寮呢，寮啊吼。草寮啊，就是草厝吼，草去起的即个寮仔厝。去食寮就去食大的所在嘛吼，所以你对这个听下就是讲寮是一种较简便的厝吼，是起的时阵是较成功的即种叫做，譬如讲公寮吼，所以为虾米公寮叫做公寮，就是表示即个工人咧住的即种寮是起了较凊彩吼，工是无遐尼重，无遮认真起的即种厝吼。汉字寮，汉字寮应该是讲汉字田边的寮吧，无咧汉字寮是啥物意思？田寮就是顾田的人咧住的所在吼，这是台语大字典所收的例词吼。
啊，我拄则讲学寮伊就无收吼，学寮就是学生咧住诶所在，学生宿舍的学寮吼。好，咱转来第二只，即个水洗线小线只吼。迄暝志平诶老爸伫山寮吼，所以住伫个山寮伊。咱进前，咱读到第八啊，即只一直你上主要一段就是迄个情变擦来清即个志平因兜嘛吼，啊发生遮侪代志，一直读到遮吼，啊暂时擦啊结果志平一个阿姐嘛叫擦啊甲拄死安尼吼。发生遮尔大动乱，结果呢，志平老爸迄天无伫诶吼，因为志平诶老爸伫山寮吼，但是呢，伫山看会着吼，看见人伫休吼，无嘛听会见吼，听见哦，应该是听会歹势，毋是看见，听见人伫休吼，休就是休化啦吼，台语内底休诶几种讲法啊？来，我查一下休。咱即本小说可能要读到10年后，读你逐学吼。不要紧啦，对太侪物件通好学吼。我读即本小说，我读过，我知影内底太侪词，太侪用词，太侪字，逐日咱甲学起来，或者是逐日咱甲捡转来用吼。休拄则讲伫台语大词典诶例词是化休吼，大声休，规则就是大声呼叫吼，休人就是喊人嘛吼，你化人来救命吼，休人吼，会使用休诶，嘛会使用化，基本上应该无啥物差别啦。在我想起来，你用化还是休拢是共款意思吼。啊，另外一个叫做咱用汉字来测啦吼，叫做汉嘛吼，华语诶汉，咱即个汉字咱看，台语安怎？台语叫做相款嘛是共款意思，叫做有喊话吼，大声话意思是大声喊话吼。汉本来是第二声啦，啊，摕伫头前就变做疑问的变调是变第五声吼，喊话吼，第五声喊话。韩湾、韩班，另外一个是叫做险吼，险有人读做险吼，啊伊嘛有第三声的读法吼，险吼，大声叫做险救人吼，这是其实我都较罕咧听，我出世的所在，我成长的所在无听人安尼讲啦吼，休较侪吼，话较侪啊。险我记得我是伫个巴吉利班圣经学着吼，险救人，险擦险弯吼。歹势，我因为是第三声爱变调吼，爱变险吼，险救人，险擦险弯，啊有一个意思叫做险龟险狗，这我就定来用着，但是我从来毋知影伊是汉字是安尼写做汉吼。险龟险狗就是驱赶鸡、驱赶狗吼，你会安尼讲吼。险人嘛是吼，驱赶人吼。毋是险人伫遮应该是喊人过来的意思吼，毋是驱赶人吼，所以这意思所以险龟险狗毋是驱赶，是甲要叫龟叫我来，叫狗叫我来，对，我拄则解释毋对去吼。险过险，但是阮较早讲险应该是驱赶啊，为虾米即马是变做是甲叫我啦？无呢，我的语感是动物是要甲险互走的。对，这嘛是我的语感嘛，这嘛是人，嘿，人是要甲叫来，对，叫来，嘿，所以可以讲你去险你若巴来，你险你若牛来安尼，你去险牛，你去险巴是要叫伊来，对，所以人是叫我。啊，动物啦、狗啦、鸡是叫互离开的。我有当阵啊，我印象中。对，
咱语搁较正确是最近才搁重新学。无，咱语感是对正确。大理大词典的规则嘛是安尼，我拄则无注意看吼。伊第二个规则讲，第二个规则叫做话声赶出，就是险过，例词是险过险到，就是意思是大声甲即个过啊到赶走，叫做险过险到。但是第三个呢，伊特别飘讲是漳州音啦吼，叫做呼叫，就是险人是第三个例词。叫做险人，但是险人毋是甲人赶走，是甲人叫来吼，所以是呼叫人吼，所以伫遮真正爱注意吼，无共用日人甲用日图完全无共意思吼，但是拢是迄种，拢有迄种出声的意思吼，好，这是汉这个字先煞学起来吼，汉我是用华语读的吼，是险也是险吼。险话吼，险话还是闲话拢会使吼。好，咱转来小说家，讲听见人伫休吼，人伫险，人伫发拢会使吼，拢是共款意思吼。还是人伫喊吼，歹势喊爱读做第几声？第二声对，人伫喊吼，但是人伫喊我是较罕咧听啦吼，因为人伫喊吼，这像怎爱学起？当你讲人伫喊的时阵，毋是人在呼喊吼，毋是人伫休话吼，这绝对爱学起来，无可能会误解去吼。当你讲人伫喊的时阵是啥物意思呢？是人伫放话啦。你伫大理大词典呢，喊即字的规则就是讲四界传话吼，放风声。人你甲你放风声，讲人你喊，就是人你甲你放风声啊，人你喊讲你最近中头奖吼，这是台语内底即种表达法是足正式、足普遍的、足流利啊，大家就安尼讲吼。人你喊就是人家在放话，人家在放风声，人家在谣传吼。你会当华语会当讲，人家在谣传吼，拢会使。拄则我讲迄伫华语内底，拢叫做人伫喊。就简单的三字，就简单吼。啊，咱看台语大词典的规则是通过喊起来吼，通过拢你讲这代志吼，通过喊起来。无影食的代志，伊也伫喊吼，无影食代志，伊也你当然你放风声，你死袂你共传话吼，这就是喊吼。所以台语内底喊无迄个话意思吼，歹势吼，我拄则讲毋对吼。当你讲喊话的时阵才有啦吼，伊的例词内底喊话就是大声话吼。好，啊，高一字喊字毋是吼，高一字喊字毋是毋是休，毋是话吼，是你放风声吼，喊来喊去嘛是你放风声吼。OK， 先煞学起来吼。听见人伫休，人伫话吼，人伫险应该嘛是会使吼。举头一看吼，举头一看，我自细汉讲的我的发音拢是用举吼 ，G 开头吼，但是G 开头叫做举头吼，举笔吼，举啥物物件吼，用手摕物件摕起来叫做举。但是我伫巴克利版圣经内底学到的吼，或者是像即嘛教导所写的小说啊、文章内底拢直接用着举吼 ，KIAH 吼，但是我也是袂惯势安尼讲吼，讲举头吼，举头一看，看到啥物呢？火焰吼，火焰沁起吼，火焰冲天而起吼，沁起，沁就是咱来查吼，火焰应该无啥物通好查啦，沁爱查一下吼。即种动词，台语内底动词真正是吼，上好拢爱查一下字典词典学起来吼，会当加学足侪物件。CHHENG CHHENG 沁第三声吼。我即马看就是工字典来看台语大词典。
好呀，哇，10个意思吼，咱来看吼，所以即个称字学起来，你着台语表达的能力会继续强吼，因为你学10个意思。第一个，伫空中升悬吼，啊，所以拄则讲迄个看到什么火焰沁起吼，你会当讲就是这是其中一个意思嘛，共款吼。伊的例句是风吹沁悬吼，伫空中升悬，做风吹会当沁悬，沁火焰吼，拄则讲火焰沁起嘛，就是一个沁起，伫空中升悬吼，升高在空中升高了吼。囡仔困了沁悬起来吼，囡仔困了沁悬起来。好，第二个意思是互蒸汽、火药等等去烫伤。例句是互军烟呛着，所以你去互迄种热气烫伤吼，呛着。第三是用热气去呛物件吼，比如讲呛番薯、呛油饭，用热气去蒸食物啦吼，呛番薯吼，呛油饭吼，安尼知影意思啦吼。第四个熏。就是用熏吼，烟熏嘛叫做呛吼。这我都较毋知影，咱看例句吼。无啊呛红酒的杯吼，无啊呛黄还是呛红酒的杯。等下来看一下原册，这个日本音看是飘什么音。无啊庆红酒为白吼，熏啦吼，就是用迄个硫黄啦吼，硫磺去蒸熏，安尼就会白吼。所以较早是毋是用即个漂白，我都毋知吼。第五，用火等等加香味，比如讲庆茶、庆粉，我毋捌听人安尼讲诶。庆茶、庆粉是用火来加香味。第六个是庆片，庆片 ，OK， 庆片刺激片，伊是规则叫做刺激片。我看一下例句。庆片大家知无？擤鼻涕啦，伫遮是用即个庆字来解释吼。庆片，哈那奥卡姆吼，就是擤鼻涕嘛吼。外国叫擤鼻涕吼，台语叫做庆片吼。这是第六个啊吼。第七个是映出来，水片会汞沁，就是鼻血一直流吼，那敢若泉水涌出来吼，水泉一直沁吼，所以除了拄则讲迄个烟会当沁，水泉嘛会使沁吼。第八是介绍牙悬，人敢若水沁起来嘛吼，所以就是介绍嘛牙悬嘛会当安尼讲吼，除了烟除了水，介绍嘛会当当做沁，会使沁吼，沁价吼，沁3箍。你只要有理解讲沁有迄个往上冲的迄个意思的时阵，吼，你听到人讲沁悬、沁价，比如讲沁价，你就知影是继续往上冲吼，所以当用了沁这个动词的时候，就会当理解讲是往上冲吼，往上升高的迄个意思吼。第九个是增加，相款嘛就是数字往上冲嘛吼，所以其实这搁较侪意思拢差不多拢袂离开这个意思啦吼，往上 increase 或者是 raised 吼，lifted 吼 raise 吼，增悬，比如讲例句是写讲家伙一直沁起来，就是财产一直加增加出来啦吼，家伙一直沁起来。离温在沁就是你的温气嘛，离温是8离的温吼，当你行好运吼。另外这个叫做庆鹅，我就看无看嘛，
跋筊连续赢叫做庆乌。跋筊人可能捌听过，我是毋捌听过。第10个是出风头，毋通伤呛，这我都较罕咧听啦，毋通伤呛，毋通伤呛，这个词毋捌听过，但是出风头讲最近足呛，就是有即个意思。讲迄个演员最近足呛，但是某一人最近足呛，意思讲最近呢是长红，即马时若来华语叫做正火爆火红正火，就是你用这个呛就好不要说之语，其实讲就直接用华语去讲变红啊。你就直接讲呛就好啊，这就是直接台语讲上无滋味啊，滋味上轻的就对啊，滋味上轻的就是你直接讲台语就会使。有人讲你台语嘛是死哪来，无毋对啊，是死哪来又如何？我就爱讲台语嘛，就是安尼嘛有材料你来学啊，OK，咱转来遮。转来出世线遮所以即句咱已经读半年前啊，我看下读到倒位？火焰庆起若阵索多玛互天火照灭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我拄则已经讲过，我就袂阁过说若阵索多玛互天火，这我拄则讲过嘛天火是啥物？索多玛啥？有一个咱无讲，照灭凿就是高雄燕巢，迄个巢的来源高雄燕巢啦你毋通想讲高雄燕巢哇名号甲遮好听燕巢甲雀巢咖啡无关系，一点仔关系都无燕巢毋是婴仔的寿燕巢是伊本来是元朝支援剿灭即个敌人的迄个营迄个军营叫做燕巢应该是本来是我查者后来就可能转音还是噪音变燕巢燕巢有人就汉字就写做婴仔寿恁即马你看到燕巢若无学过你今仔日想煞学起来咱来看一下你若真正要读圆角是要哪读？我较早伫字咧，敢若看了圆角，我毋知伊本来是安怎写就是讲台语要哪读资源的源啦有源所以我可能我读着音去源是第7声源州。因为爱变调变援助援急啊，援救，援兵伊无援巢，所以若真正要读就是读援巢咯毋是读燕巢啦为虾米后来抓查叫做燕巢我嘛毋知用一厘钱下伫井头仔顶，迄落涂骹，正面出现的人算赢的跋筊。叫做原吉听过好，我来用甘字典查一下这个汉字原著我想讲是读做第5声这是受华语影响，结果毋是伫台语大词典是读第7声。第7声变调变第3声援变援助援兵OK 甘字典是有第5声音啦，所以读援应该嘛是会使啦援救援你可能听人讲救援救援投手救援还是援助援助是变第7声变调，你若第5声5、7变读做援助
但是我较罕咧听人读原奏啦，拢读做原奏，就是用第七声原去变调的。好啦，这讲恁大家拢听到回过啊吼。或者是你即个字会当读做原，会当读做原，安尼就对啊吼。所以圆角应该是读做圆即个角我嘛袂晓读，咱来看。角是读做凿无毋对啦，角面迄个角吼。读做凿吼，甘字顶收凿，所以是原凿吼，照理是原凿，为什么后来变燕凿我嘛毋知吼。反正就是你就知影讲，即个燕凿即个词是安尼来的，地名是安尼来吼。好凿，所以凿你学晓就是凿面吼。我看下，伫大理大书店敢有收凿面即个词，应该有啦。凿灭规砖头拢互清兵凿了了吼，凿灭就是拍雨灭绝，凿灭山贼吼，抄家灭族抄家灭族伫大理大顺即个抄就是用即个凿灭的抄家灭族啦吼，是用即个凿字，所以就是抄敲吼。甲敲三族，凿三族，凿灭三族吼。好，所以呢，用小说家讲，若船所得嘛，互天火凿灭一样吼。好，即句40分钟，来。看卖啊，有兴趣来读的拢会知咱来倒读吼。就照即个顺序啦吼。我读了玉文，过来芭比，过来马文，过来南投腔的吼。Jim 吼，Jim 欢迎你吼，咱斗阵来读。我看卖玉文应该会使，芭比好，安尼咱即句即段分做就是照即个导点来读啦吼。迄暝志勤的老爸伫山寮，玉文。迄暝志勤的老爸伫山寮。芭比。迄暝志勤的老爸伫山寮。马文。迄暝志勤的老爸伫山寮。Jim。迄暝志勤的老爸伫山寮。嘿，我顶回敢若伫迄个读台文通信的时阵有看过 Jim， 我有听你的迄个腔口和我相款的相像的吼。好。对啊。嘿，过来，咱第二句吼，听见人在休，玉文。听见人咧休。嘿，芭比。听见人在休。马文。听见人在休。Jim。听见人在休。举头一看，玉文。举头一看。芭比。举头一看。马文。举头一看。Jim。举头一看。火焰庆起，玉文。火焰庆起。芭比。火焰庆起。火焰庆起。Jim。火焰庆起。因为我拢照白话字读啦吼，伊读少，但是我有时我变调用我家己的腔口变吼。好，不要紧，所以你什么腔口，你就先读什么腔口，做你读不要紧吼。好，最后一句呢，若船所得嘛，
互天火照灭一样，较长吼。若准索多玛，互天火照灭一样。中文。若像索多玛，互天火照灭一样。若准哦吼，毋是若像吼，本来无解说即个若准，若准就是好像吼。芭比。若准索多玛，互天火照灭一样。应该是照灭，或者是照嘛第五声爱57327，所以57就爱变做照灭，或者是13253，嘿，蓝无轻叫做照灭，吼，着照灭还是照灭还是照灭啦吼，袂使照灭吼，因为第五声袂使已经爱变调，袂使搁再头尾第五声吼。好，马文。若准索多玛，互天火照灭一样。嘿，好，进。若准索多玛，互天火照灭一样。是，若准吼。本来是若准啊，我为什么拄则若准吼？我两个拢甲变调，因为我要练对伫遮练，互你有期待吼。我当你变调诶时阵，就是互你变调是有一个效果，就是你听无到底伊即嘛是咧讲啥吼。因为本调你才知影意思，每一个字你读一本调，就那个字典的发音嘛，每一字拢是字典原本的即个本调发音，你拢知影意思，一读了。但是我只要一变调，你就开变调效果就是撩字煞接，吼，撩字毋是撩字啊，应该是讲有迄个你有即种 suspend 伫遐吼，你毋知影后壁要去发生啥物代志诶迄种效果吼，所以当我讲若准，你就会期待讲我后壁要去讲啥。我讲若准诶时阵，你讲就断去啊，你迄语感就感觉较诚断去啊。但是我要互你理解讲后壁是啥物物件会出现。若准索多玛，互天火照灭一样，所以就若准吼，两个拢变调。好，咱继续看后一段吼。就饼细走，我来读吼。就饼细走到底，看见厝铁家伙，真规乌有，只有埕呢一骹倒袂了的烟筒伫牛车顶，到遮，来算一段。咱来解说吼，就饼细走到底吼。为虾米叫做走到底呢？应该是对山顶走到山骹，叫做走到底嘛吼，可能应该是安尼啦吼。就饼细就是拼命啦吼，饼细。拼命跑到底。嘿，对吼。饼细敢需要解说？需要现字典、现词典？免吼，就饼细走到底。看见厝铁家伙，吼，厝铁家伙是两项物件，所以我就无变调，我就是厝铁伫遮就是接断去吼。看见厝铁家伙，你讲我看见嘛是有变调，所以当我讲看见，即个语感诶，就互你感觉到后壁有物件，所以就袂断去。看见厝铁，较才断去。家伙吼，因为我两个物件就分开讲，吼。看见厝铁家伙安怎呢？真规乌有吼，真规乌有啦，这应该无啥物好解释。爸比，你若听无看无想要理解，想要现词典，你再甲我讲者，无我有了。厝体是啥？厝体就是宅地。宅地。嘿，或者是体就是宅啦，我应该安尼讲吼，厝毋是宅吼，体才是宅吼。厝是厝。嘿，对。厝宅。对。厝体家伙。就是家
家伙，叫做家伙哦。厝，等下厝体 THEH 的八声吼。厝体吼，大理大学用汉语就是厝宅吼，厝体吼。我拄则讲宅地吼，其实差不多是，即意思是相款，但是汉语也无共去吼。家屋的宅地哦，这是要怎读啊吼？我看一下日文版的规则，拍白字仔吼，迄个家屋的宅地，吼，伊是伊个也失去，吼，卡读句吼，就是厝体，厝体。啊，就无啥物好规则啦，就是厝体嘛，就是房子。对，我了解。啊，过来是家伙吼，家伙我毋知影腔口要用倒一个，咱先用家伙来查看觅。无吼，无，大理大学无，毋是表示无，是表示你腔口拍毋对吼。歹势。毋是即个过啊，是家伙吼，家伙吼，对，大理大学是有家伙即个腔吼，家伙是漳州腔，大理大学主要是以泉州腔为主吼。家伙就是家伙，就是家财家产吼，家族嘛会使讲是家伙吼。咱来看例句。家财家产，比如讲家伙开了吼，财产互你开喷了吼。家伙做袂上，这我就较毋知影意思，这毋知啥物意思呢？家伙毋诚做，绵盐食佚佗。哇，这我毋知影意思，等来看下日文版，到底是啥物意思？家伙毋诚做，绵盐食佚佗吼。家伙了，秀才无吼，就是你钱开单，嗰个无，也是无考着即个秀才吼。好，咱来看日文版，无实在毋知影你写啥。家财家产吼，身代吼，身代，这例句。家伙开了，家伙做无上，就是家驶甲得起来，就是家伙做无上，就是无趁无着家伙啦，无趁着钱的意思吼。日语我是安尼理解吼，若毋对用你再甲我讲去吼，随时举手，毋是举手，随时甲我插断吼。家伙做无上，家驶甲得起来，应该就是趁无家伙吼。好，家伙毋诚做，绵盐食佚佗，啥物意思呢？咱来看日文解说。財産は作らないが、塩を舐めて遊んでいる。安尼啥物意思？財産作らないが、塩を舐めて遊んでいる。後壁佫有吼，平生克己のもの，平生吝啬吼，吝啬等下查就我不要读。平生吝啬的人のものがたまに散財するを罵っている。平常时足乖顺的人吼，平常时足咸的人吼。是毋是讲嘛？一个人平常时足咸，忽然间财产摕出来掠安尼，是毋是安尼？家伙毋诚做吼，
绵羊食佚佗。我毋知呢，我迄日语我看无。家伙毋诚济，我毋知恁知影无？马有你敢知？家伙毋诚济，还是你敢捌听过？家伙毋诚济，绵羊食佚佗。家伙了秀才无吼，爽是大有诶日，面目を失うまたは危恥取らずなどの意。家伙了秀才无，应该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啦。我咧想应该是安尼。一家伙就是一家族吼，两家伙两个家族。迄个家伙毋诚做才对吧？迄个做应该爱变调。你讲家伙毋诚做吼，爱变调吼。毋诚做绵羊食佚佗。家伙毋诚，我看嘛，家伙毋诚做，伊是第三声呢。你若看日文版的啦吼，家伙毋诚做，即日文版的即个声调符号吼，和白话字的声调符号是相款的吼。伊第二声是倒撇，啊第三声是正撇安尼吼，正撇吼。啊第七声就是一环关啊，第一声就是啥物都无吼。一两三四。啊，所以即只毋诚做，毋诚做吼，是写做吼，毋诚做是写第三声。家伙毋诚做吼，绵羊食佚佗吼。家伙。我吹着解水啊。啥物意思？我讲打一个。好。不要讲。你念讲听者，华语袂要紧啊，你念讲听者，我无方便看。是啊，因为伊是马文你读好啊。哦，是啊，白话字写啊。马文读伊是汉字。哦，汉字写哦 ，OK。汉字写。马文方便咯，你读。我打伫。来，我来，我倒来佮手机啊拍开 ，OK， 我来看哈。家伙毋诚做，讲伊是当生啊哩，绵羊食佚佗，讲是当生。家伙，我看。无咧做事啊哩。嘿，就是不是生产之意。不是生产，当然手头不丰，自然而然表示个性难，会有吝啬，值得检讨。要食毋讨趁的人手头嘛，免讲会暗啊哩。所以一款人是面单搁咱烂，夹屎甲裤仔头啊哩，今仔搁别仔屎即种，大概是安尼款。我看下，家伙毋做，绵羊食佚佗，所以伊家伙毋诚做，就是感觉，就是无咧做代志，无咧生产，无咧有收入就对，就是无收入嘛，毋诚做嘛。啊，绵羊食佚佗，羊本来咸的，你咧食佚佗是啥物意思？球搁徛，腰几搁十粒即种，啊后壁是讲面单搁咱烂。为什么嫌比喻吝啬之意啊？伊咸啊，咸搁涩啊，就是袂出字啦。所以讲用咸即个代志来，譬如讲伊是，像阮咧讲拢球搁徛，腰几搁十粒嘛，啊你球搁徛，含迄个咸搁涩安尼啊，就是拢袂出，啊，所以用咸来比如当生，伊吝啬是讲当生嘛，嘿啊，小气啊，吝啬啊你，所以即个巴比大即个其实是台语、华语人掺咧写，啊变成讲你若毋捌的人，你会三无讲，我即马到底是要甲读台语，还要甲读华语？啊，实际上即个内容是华台人参的。嘿。好。所以可能。伊本来有分段呐，可能我打语写学格式一打都。我倒迄种，安尼可能就是我看，第一个句号进行是，要过嘛，我用啊什么？鸡抓把盐巴吃着玩的意思，这是中文啊。绵羊食佚佗是台语嘛？哦，鸡
抓把盐巴吃着玩的意思。句号后边都是华文啊，此句意思为盐巴是咸的，咸比喻为吝啬之意。分号其不是生产，当然手头不丰，自然而然表示其个性懒惰又吝啬的人值得检讨。这句俗话意思是讲，要食唔讨趁的人，手头免讲目闲，会当讲这款人的个性唔那平淡，搁懒惰，欠屎甲亲像哭甲头，吉拉哥，伊迄款定着爱唔讨那是，大概是，所以大概有掠到这个意思啦。家伙唔食做，马盐食佚佗，因为无收入，即摆要叫伊摕的时阵，要叫伊出的时阵，伊就甲你摕害了啊，讲这袂使，讲迄袂使啊，伊根本就无啊，是要安怎大方啦，对无？那等下地方是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安尼我大概有掠到这个意思。重点是家伙唔食做，伊无收入，啊，佫无做工仔使，通好家己支持，通好互伊拍开，哦，迄只伤势，啊，所以只好就马盐食佚佗。OK， 大概是安尼。面阮读面啦吼，马就是面共款意思吼，就是腔口差吼。捏的意思。就是一小撮，捏小撮。嘿，取一小撮叫做咪，而且是咩啊？不是捏啦吼，你若直接个华语直接翻译成捏，其实是无介适当，无介精准吼。是取一小撮的意思吼。当然你要取一小撮，一定是前头啊，用前头啊去摕嘛吼。用手指取一小撮。啊，所以家伙毋诚做，面盐食佚佗，就是真正正经叫你做代志，叫你正经头路做无啊，但是就敢若会晓面盐食佚佗吼，当然你也无法度去食山珍海味啦吼，你又无法度去食好料，啊，就只敢若摕盐来面来食佚佗安尼吼。一看啊，就不是正经人就对了，他听起来都不是正经人哈，不是正经，不是正办安尼哈。华语安尼讲，啊，你拄则讲到这个，为什么俭是吝俭是这个吝啬意思？讲实在嘛，毋知哈。阮就安尼讲啊，讲这佫俭佫吝安尼吼，就是讲起来就，咱来看下吝啬有几种讲法，我直接查这个吝啬吼。是日语来哦，这个词是日语来，叫做吝啬吼，在台语大词里叫吝啬吼。但是呢，台语内底是无安尼咧讲的吼，这是文言的讲法，吝啬是无安尼讲。有几种讲法呢？咱查看觅，看咱找加说一寡。我看觅，直接用吝啬的规则来查。七求八求吼，定定吝啬吼。这是拍牌啊，规则拢用吝啬吼。食豆腐水嘛是叫做吝啬，我毋捌听人咧讲吼，食豆腐水讲便当，食豆腐水讲便当刀，意思就是吝啬佮刻薄。食豆腐水讲便当刀，我无法度理解，我嘛毋捌听人咧讲吼。好，支离我嘛毋捌听人安尼讲吼，讲是吝啬当生，所以当生嘛是共款意思就对啦吼。伫口语内底讲当生是较接听到吼。支离我就毋捌听到，分离也甲人咧支离，这是安怎读？小可代志大细声，叫做支离。好，这毋是，好，这以后再来学啦吼。咱即马主要是 focus 伫即个意思吼，讲即个吝啬、当生、寒酸，我嘛较安尼听人咧讲诶，寒酸气、寒酸气、寒酸鬼、干结，哇，我嘛捌听人咧讲，你若有听过，你再甲我讲一下，我真正毋捌听人讲。去食鬼，去食仙，
去食生，其实我嘛毋捌听人安尼讲诶，去食铁啊，坚韧，这可能较文言啦吼。龟孙是我自细汉上常听到，叫做龟孙。啊，但是即嘛颠倒即嘛就罕听人讲龟孙吼，较常听人讲当酸咸搁涩安尼吼。龟孙就罕听，但是我自细汉上常听到是即个词，叫即个迄个人叫龟孙诶吼，就是吝啬吼，迄个人叫吝啬吼，龟孙。哇，我毋知影有遮尔多，我其实拢袂晓讲诶吼。均润裂壳，裂仔壳，裂屎壳，拄则讲当酸嘛吼，当酸甲这是足常听，即嘛足常听咧吼。太咸，伤咸吼，伤过吝啬，伤当酸叫做太咸。毋知呢，为虾米叫？搁一个迄个混盐加姜，混盐加姜是非常吝啬当酸。混盐加姜，就是你食物件先混盐加姜哦，食较少嘛，分量会当食较少，因为较重咸嘛吼，味较重嘛，所以你着混盐加姜，即个人吼足吝啬吼，混盐加姜吼。我是毋捌听人讲啊，但是安尼讲我理解意思。妈，你拄则咱遮侪，迄个甘义电书，毋是甘义电，但是电收遮侪例书，你敢有其他你捌听过？大部分拢无听过，敢对，所以迄个语感嘛，嘿，迄个语感对我来讲就是讲，菜会比饭卖较贵，是，所以一句话讲啥，烧卖伤菜晓，就是讲你若卖伤少，你就一直食菜，一直食菜要吞落饱。是，所以你伫配卖的时阵，就是无菜通配，你只有搅盐，也是对遮讲的加姜。嘿，因为你只有淡薄仔味啊，你就使加白咧骨着剩迄个白，迄个白若莫伤烧，因为伤烧你就两项拢做伊无菜嘛。所以我的语感是，即种球搁咸咸搁涩的，就是因为无物件嘛。嘿，伊处理就是袂得过啊，所以只好就白煮较大鼎咧，啊菜咧可能就是对遮讲的盐加较大丝啊，较大个咧，啊是讲姜加切几片啊，加姜爆盐安尼，啊来配白安尼，就是因为爱加较重，爱加较重。对，啊伊无菜啊，你讲咸鱼煲啊，你讲咸卵，你讲煎一个卵无啊，就是无遐物件啊，只好就是伊白然后再了，当然上凄惨就是逐项拢无通食嘛，啊有就是先买米饭，较会使退粗饱嘛，啊若搁有开始有搁较济钱一寡，才去买其他的米配嘛，吼米配，人讲米配嘛配物件的嘛，啊你米配就足多啊，讲要啥物韭菜、咸菜，啊是卵，不管是啥物咸卵、卤卵、煎卵，啥物卵不管，还是讲叫其他搁较吹草起哩，可能有咸鱼煲啊，迄通好配嘛。啊，当然三点海免是免讲，啊，毋过就是即个咸搁涩，就是因为无啊，啊无就是只好就是较俗个条，敢毋通讲，就是迄有一个程度的精差就对。所以我自细汉听到啥物咸搁涩，迄想到就是讲，啊，就干那白通好食，无其他的啊，只好食一个白枵嘛，莫讲食粗饱，食一个白枵安尼啊。大概我的语感是安尼，啊，对遮所查所看遐。嘿，我嘛是。上尾一个有啦，讲混盐加姜啊，即个人甲我一样。对，我感觉你爸比你要理解讲为虾米咸会当讲是吝啬，或者是龟孙，或者是当酸吼，就是安尼去对即个方面去理解混盐加姜啦，就惊物件去食伤多，只好混盐加姜食较重咸的吼，安尼较袂物件食伤多。啊，拄则马文讲即个咱即个列起仔话啦，讲即个某水上重买小上重菜，某水上重红菜吼，就是
这个含你面色无关的，含档次无关的，是讲笑可里讲的，讲买小只好上重菜嘛，只有直直食菜吼，啊买小上重菜，啊某水嘛，所以上重红菜吼，红菜就较炒得较甜安尼。好，今仔日我看嘛，咱小爽读到遮啦吼。我即句是读煞啊袂？就饼细走到底，看见厝体家伙吼，拄则是家伙吼，真贵乌有吼，到遮嘛吼。啊，咱大家来甲读一遍吼，即段甲读一遍吼。真贵乌有应该爸咪敢需要解说，真贵乌有嘛吼，就是乌有就是无去啊吼。好，来，即段做一个甲读到遮吼，真贵乌有。来，我先来吼。就饼细走到底，看见厝体家伙真贵乌有。过来是日文吼。好，就饼细走到底。嘿，是。看见。嘿。看见厝底家伙真贵乌有。真贵乌有。真贵乌有。真贵乌有吼，拄则你是读做，你读做啥物意思？我袂记啊，但是迄意思无法度理解。啊，真贵乌有才会当理解。好，芭比。就饼细走到底，看见厝体家伙真贵乌有。是，嘛有。就饼细走到底，看见厝体家伙真贵乌有。好，就饼细走到底，看见厝体家伙真贵乌有。是，好，咱读到遮吼，后礼拜咱再继续来看小说。主要是有台语啦吼，主要是有台语，所以尽量会现伫电子店吼。好，安尼到遮，规班感谢各位。再会，后摆再过来。